加個高新中港牌，再加個香港自定義車牌，你可能係中港最靚嘅仔啊！大陸咧就冇自定義車牌嘅，不過就香港有。咁我準備點樣做咧？就準備做個2Z MK88得唔得？Pierre 就好 lucky 咁抽咗一個好靚嘅牌 MK88。咁呢啲咁嘅牌咧，其實喺內地咧就係可遇不可求啊。咁但係香港咧，你只要有錢就得㗎啦。嗱，點樣做咧？5月1號開始，咁啊1年咧就有3次自定義車牌，好似 PL 卡啦，或者我直接做個2Z MK88都得嘅。首先咧，你就去申請，申請之後咧就唔一定得㗎咯，就抽籤，抽籤到咗你咧就俾5000蚊嘅定金，咁啊俾完定金之後就等到咧就去投呢個拍賣，拍賣咧最低咧就5000蚊起價，咁一路投到冇上限咁樣嘅。係啦，咁啊唔知呢個2Z MK88咧究竟係要幾多錢啊？如果呢個牌變成唔係 PL 卡，係2Z MK88咧，係咪全城最靚嘅仔啊？咁中港加埋個香港自定義車牌，你係最靚。係啦，記得如果有需要嘅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係 Pierre。